花莲经过403的大地震，即马搁撞着风台，建乡公所透早是针对太仓、福兴、南华3个住落，撤走106个人。另外，因为过道就拢无火车咧走，外国游客嘛买无转去台北的火车，讲第一届来台湾佚佗都撞着风台，是有够无奈。每1号通知村民，花莲县建乡乡长24早起到南华村全村广播，外头雨势愈来愈大。按算撤离太仓、福兴、南华3个村106人，南华村大部分面体门窗拢关严，大部分村民已经离开避难。不过，因为少数坚持踮伫厝，就算乡长考劝村民，依然无愿意去安置所。哦，安尼你就直接去做抓偷房。过单身贵族一个，我们那里都有服务人员，吃住都不用烦恼。花莲火车头人真少，因为代替宣布中昼过后，全台对号列车区间列车停驶。有外国游客第一摆到台湾佚佗，就拄着风台，透早到车站煞坐无车。We were told that we have to come back tomorrow. Instead, so we're going to try to get a hotel room now. And we will come back tomorrow at 12 to try to take the train then instead. 有人去卖票所在问是毋是还有房厝，还有人已经提早订票要转高雄，到现场才发现火车停驶。那边全部都停驶了。所以原本就是打算回高雄，现在回不去嘛？对。针对华东地区香港和国军第2作战区已经准备在红旗区，有地兵力110人分配到高雄电市，在海应变中心进驻降压，在前甲撤离乡民，华防部也转化应变救灾部队，太平岛集在防震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